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这个是我阿嬷。大家好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我之前有拍过一些教台语的影片，但是呢，有很多人呢都说我台语说的不太标准。那我在国外住那么久啊，所以说台语不标准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那这一次呢，刚好我回到台湾，那我们家阿嬷呢就是讲台语的，所以呢，我这次呢就请到我们家阿嬷呢来跟我一起来教大家讲台语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教什么呢？今天的题目呢是由小娃娃伊娃菜提供的。他说呢，他想要学身体的部位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请我们家阿嬷来跟我配合，来教大家讲身体的部位。那我就会以我当做 model， 我来指我身上的部位，然后阿嬷呢会说出她的台语。好，安尼头一个，阿嬷这是啥？头，会使讲头壳。哦，是头，买当都是头壳哦。好，安尼第二个，阿嬷这是啥？这目睭。哦，这是目睭。这眼睛，台语叫目睭。目睭。目睭。好，安尼第三个，这是啥？耳啊。耳啊，对，这耳朵，台语叫做耳啊。耳啊。好，安尼第四个，这是啥？鼻。鼻。鼻啊，有讲鼻啊。哦，会当讲鼻啊，会当讲是鼻。安尼第五个，阿嬷这啥？嘴。哦，这嘴，这嘴巴，台语叫做嘴。安尼第六个，这两条。目眉。对，这目眉，眉毛的台语叫做目眉。好，安尼第七个，阿嬷这个是啥？我这规个这。面啊，规个拢面啊。对，好，这规个是面，脸的台语叫做面。安尼第八个，这阿嬷这啥？头毛。哦，这头毛，头发的台语叫做头毛。安尼后一个，这叫啥？颔棍啊。颔棍啊，这脖子台语叫做颔棍啊。是颔棍啊。好，安尼后一个，这是啥？阿嬷这啥？肩头。肩头。肩头。肩膀台语叫做肩头。后一个咧是这，阿嬷这啥？手的台语叫做手，啊这咧？肩头啊。肩头啊，手指叫做肩头啊，对，手叫做手，手指头叫做肩头啊。啊，那后一个这啥？骹。这骹，啊这骹肩头啊对无？骹肩头啊，这骹骨哦，会使讲骹骨。骹。买当讲骹，买当讲骹骨。啊这咧？骹乌。骹乌。膝盖叫做骹乌。安尼后一个，这阿嬷这啥？尻川。尻川，屁股叫做尻川。安尼后一个，这咧？巴肚。这巴肚，肚子叫做巴肚。好，安尼后一个，这咧？脚趾。这背叫做脚趾。好，安尼后一个，上尾一个，这咧，这叫啥？腰的台语叫做腰。好，那我们来复习一下。第一个呢是这个头，台语叫头。好，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眼睛，台语叫手。好，那第三个呢是这个耳朵，台语叫耳啊。第四个呢是这个鼻子，台语叫鼻。那第五个呢是这个嘴巴，台语叫嘴。第六个是这个眉毛，目眉。第七个是这个脸，面。第八个是这个头发，头毛。第九个呢是这个脖子，台语叫颔棍啊。第11个呢是这个手跟手指头，台语叫做手指头啊。安尼第12个呢是这个脚，脚骨。第13个呢是这个膝盖，脚乌。第14个呢是这个屁股，尻川腿。尻川。第15个呢是肚子，巴肚。
卡架，卡架。最后一个呢是腰。好，那大家学会了吗？以上17个呢就是身体部位的台语。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学的台语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趁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请我们家阿嬷呢再跟我一起来教大家一些比较标准的台语。那如果等我回去美国之后呢，大家可能就只能听我那个比较不标准的台语咯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，阿嬷公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